后来，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争取到劳动节全国拢歇困一天。目前当咧开议的新北市议会，总是无半个人。国民党团来解说，因为因甲议程改为书面的质询，互助理甲市府的员工嘛当伫5一劳动节歇困一天。不过，民进党的议员是强烈来批评，讲这个状况实在是伤离谱咯。侯友宜是来背回讲，这议会质询的方式有真侪种，一切拢尊重议会。另外，针对着郭台铭讲，伊赞成第4核能发电厂重新来启动，侯友宜是再一次来强调讲，无核安就无核电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今日透早到新北市议会备询，要过民进党议员郑宇稳伫面前打出侯友宜争取劳动节一律放假。国民党团伫昨日总质询都无来，这个那也敢是先放假替侯友宜做证证。议会执行的方式有很多种。我都尊重议员的执行的方式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挺中科刑事，民进党要求侯友宜表明立场。核废料是不是要永远储存在新北市，在人口稠密的地方，我们必须都要好好去面对，才能够来考虑我们要不要有核电的这个问题。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。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改变，侯友宜批评中央讲，新北市伫疫情期间受到真侪不平等的待遇。我是打仗出身的部队长，前方在打仗，在守护人民的安全，后方在扯你后腿。你又没有给前方的更多的资源力量，我就觉得不是这个样子，国家不是这样玩啊。侯友宜讲，政府总统伫疫情期间拢无去新北市关心。侯友宜没来啊。选举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就不用多说了。共党的议员做球，侯友宜来日火力全开，伫国民党总统人选的提名战，以拍什么抢回议题主导权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